开始了吗？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今天晚上，我们要开始今天的华语礼拜。我们一起将我们的手机转为震动或转为静音。也在荧光幕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欢迎你能够一起在每周六的晚上6点半，我们一起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生命，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神也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当我们亲近他的时候，神也要将他的恩典跟祝福赏赐在我们生命里面。邀请你将你身边会影响你，可能是电视机、收音机，或者是旁边的家人朋友讲话的声音，我们都恳求都请你家人跟你的朋友能够邀请他一起在安静里面一起来敬拜神。神喜悦我们的敬拜，是愿意用一颗心灵跟诚实的心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在开始以前，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感谢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有许多的惶恐、担忧，在一个礼拜里面，我们有许多令我们烦恼的事情，我们都愿意交托给神。特别在这个礼拜是耶稣受难的一周，我们一同跟耶稣一样，能够体会他为我们在生命当中所遇到的苦痛，所遇到的难处。我们也学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遇到的难处里面，我们也学习安静下来，学习来思考耶稣为我们死，并在十字架上流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再一次得蒙神的救恩。特别我们再一次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交托在主你面前，愿主你的圣灵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一起享受神的恩典与平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邀请各位，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十架上的爱》，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总是不能明白，你为何不会松开手，总在我无助的时候对我说你还爱我。我总是无法想象耶稣为我死在十架，我的罪如此的深，但你的慈爱显得完全，不会忘记认识你的那天，你拯救我脱离了一切，我是如此不配，你爱何等甘甜，没有你我生命不可能完全，主我爱你，生命献上给你，为你而活，生命才有意义。是如此不活，我只愿为你活，不会放弃，永远不分离。我们再次对神说，我总是不能明白，你为何不会松开手，总在我无助的时候对我说你还爱我。我总是无法想象耶稣为我死在十架，我的罪如此的深，
爱何等甘甜，没有你我生命不可能完全。主我爱你，生命献上给你，为你而活，生命才有意义。主你为我而死，我只愿为你活，不会放弃，永远不分离。公离心有多远，我的罪全赦免，天离地有多高，你的爱也多。公离西有多远？我们再次对主说，公离西有多远，我的罪全赦免，天离地有多高，你的爱也多大，不会忘记认识你的那天，你拯救我脱离的一切。我是如此不配，你爱何等甘甜，没有你我生命不可能完全。主我爱你，生命献上给你，为你而活，生命才有意义。主你为我而死，我只愿为你活，不会放弃，永远不分离。主你为我而死，我只愿为你活，不会放弃，永远不分离。主耶稣，我们向你感谢，向你祷告，因为你爱我们，因为你为我们的生命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受的鞭伤，为我们所遇到的苦痛，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再一次得蒙救赎。主耶稣，恳求你帮助我们，擦去我们所有的人在心中的惶恐与不安，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失落的时候重新被主你的救恩被激励。主耶稣，让我们的生命被主你的恩典被摸着，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有盼望的生命。谢谢主，因为你得救的救恩，在我们爱你的时候，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献上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活着有意义。谢谢主，我们再一次将我们的生命完全的摆放在主你面前，求主你悦纳，也求主你赐福我们，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请坐。这时候我们一起同心来奉献。基督徒用奉献，用我们的行动来见证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救恩。基督徒的奉献是一个行动，也是一个对主的爱的回应的表现。所以如果你在你就近的教会，你有感动，你也可以将你奉献的金钱带到那一间教会来祝福上帝的教会。我们一起起立，一起来做奉献祷告的宣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
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主欢喜的好工人形象。第2讲有关有受苦的心志。那不晓得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们要预备好你们的周报的那个圣经的填空那里面有今天我们要填空的相关的填空题那我们在听讲道当中，你也能够用手写的方式，能够把它记下来。在回去之后，你可以一起好好在思考当中神的话语，你也可以更多的体验上帝的仆人对各位所分享的。那今日是明天应该算是明天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也是许多基督徒在纪念耶稣复活非常高兴欢喜的日子。但是呢，牧师也要鼓励各位，先跟你旁边的人说，主的复活要为你带来全新的生命。主的复活要为你带来全新的生命。其实耶稣在生命的最后1周里面你们有没有看过圣经节里面到底耶稣做了哪些事情？这些我们比较少会去看到底耶稣礼拜1到礼拜5他受难的时候，到底这个过程他到底在干嘛？我们普遍了解大部分是圣经节有些故事，但是我们不晓得耶稣当时候的心境，他所遇到的状况，当他遇到的人，包含他对讲这个故事他的急迫性，他那一种态度在哪里？所以我们在每一次耶稣在受难周，或者是到复活节，其实这段时间都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重新再去思考，在神的话语当中，其实圣经里面4福音书有1/3的篇幅，大部分都是在记载耶稣在世上的最后1周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回顾，然后我们一起来回顾看看，那耶稣在上 PPT 上个礼拜我们谈到这个进入章秋节，章秋主日有无？那我们在谈到说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那时候很多人都怎么样？都欢喜，有没有？在那当中为耶稣来预备道路。那在那当中呢，耶稣也打发了2个门徒，有没有？你们去村庄里面有一头驴在那边，你们要去把它牵来。可是门徒就说那真的吗？那不是人家的吗？别人的驴怎么可以？耶稣，你叫我去牵就去牵，真的吗？然后耶稣就跟他们说：“放心，甚至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把那一只驴带来给我，因为呢，这些都是要印证圣经里面所说的，在西安的儿女说：看你的王来到你这里，谦逊的怎么样？牵着驴，骑着小驴，进到耶路撒冷城。所以这过程当中。”这是耶稣在上个礼拜，我们礼拜天一起在章秋主日的时候所谈到的故事。那礼拜1呢，那耶稣就斥责了有关无花果树。耶稣看见远处有一个长满树叶的无花果树，可是他近前看的时候呢，没有结果子。但是呢，其实那个时候也不是适合结果子的时候。那你会觉得说莫名其妙，耶稣你在不是结果子的时候再说这个故事。那这个是不是很矛盾其实耶稣不是这个意思。其实耶稣在当时候，他特别在暗示，无花果树在旧约时代是在代表的是什么？在旧约时期是在讲的是以色列国，在谈的是犹太人的这个国家里面，你如果没有办法在属灵的生命上结果实，那么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就像这个无花果树一样，是没有结果实的，最后就要被怎样？被撤走，被砍伐拿走。所以呢，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圣经里面耶稣在礼拜1的时候斥责无花果树，甚至呢，他到最后他进入圣殿，然后怎么样，在贩卖，很多人在那边卖东西，他就斥责他们。所以这是礼拜1所发生的事情。礼拜2发生什么事？哇，谈论到了耶稣非常的忙碌他开始教导有关宴席的事情，他期待有人能够参加这个宴席，可是有人愿意参加吗？并没有，没有人愿意参加。结果后来就怎么样？就说你们去路上找人，只要愿意来的就怎么样，就邀请他们来。
甚至他们就可以盛装打扮，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神就悦纳。甚至谈到葡萄园的恶仆、10个童女的故事，还有颁布最大的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礼拜3呢，耶稣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重头戏，耶稣被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怎么样膏抹，然后用那个最贵的这个膏油怎么样膏抹在他身上。可是呢，却在当时候他的门徒不知道即将耶稣所要发生受难的事情，唯有这个女人玛利亚，在这个最重要的时刻，她打破这个贵重的香膏，把它奉献给耶稣。耶稣就大大的称颂，甚至怎么样称赞说：哇，这个人好。但是呢，有人就非常煞风景了，特别是犹大。犹大就说什么：哇，真是太浪费了，耶稣太浪费了。可是呢，你们知道吗？就在那一天晚上，犹大就怎么样？他还卖了耶稣30块钱。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人看世上的产业产物比较怎样？比较看得比较重。可是看待奉献给耶稣、奉献给上帝的事情都比较怎么样？都比较薄弱。我就身无分文了牧师啊，你还教导我要怎么做？我告诉你，如果你的心态是如此的话，那么你就会像那个圣经里面故事的犹大一样。所以呢，我们知道周3就发生了这件事情。礼拜4呢，就是逾越节的晚餐。在那时候，耶稣他就与12个门徒一同用餐，然后守逾越节的晚餐。在那当时候用餐的时候，耶稣他非常的伤心。在那当中，他说有人要出卖他，门徒就纷纷的就在那边怎么样？是谁？是谁？是我吗？犹大也是这样是我吗？耶稣就说什么？你说的是。耶稣已经在暗示了。耶稣就拿起饼跟酒立约，说门徒当中，我们一起来立约门徒也一起做。可是当中却有什么？还有雅各跟约翰在争论谁做大。到天国那边的时候，那个到底我可以坐左边还是右边呢？我告诉你很奇妙在这过程当中，人的心就看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耶稣在那当中用饼跟酒立约，其实是要告诉我们更清楚知道，我们是否跟耶稣基督立定了一个重要的心志。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都是关乎到当我们在纪念耶稣受难的时候，我们不是看见一个耶稣，你好苦好可怜他受的苦真的是不是我们可以受的。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也可以，你也可以。我们要学习，我们是可以的，可以怎么样？可以学习像耶稣一样受苦，受这个苦，因为传福音的道路是一个受苦的过程。我们做每一项事情，包含我们跟人的接触，我们做每一件为主做工也好，都像是在为主怎么样摆上生命一样，那是需要付上代价的。所以这个时间嘉欣，你看礼拜6还要参加华语礼拜，对不对？礼拜天还要参加主日学，有没有？你有没有付上代价？有从刚开始来到教会钟兰，你们以前也没有在服侍啊，对不对？现在我礼拜6还要服侍，突然间还要奉献呢，礼拜天还有奉献呢，对不对？很多时候你都必须要付上代价的。可是呢，我们从礼拜4的逾越节的晚餐，其实门徒也信誓旦旦的保证跟耶稣讲说：耶稣，我们绝对不会离弃你啊。可是呢，最后呢，耶稣告诉他们说：世人都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你们要彼此相爱。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我爱你，你也要爱我我爱你，你也要爱我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觉得我做一个牧者，从我开始做牧者，决定要做牧者，我就已经建立了这种概念。我看到每一个人，我不认识的人，我不喜欢的人，我都要学习爱他，接纳他，包容他。不容易呢，真的很难呢。当我想到我是一个牧者，我要这样的时候，我可以吗？所以我们要回想，在耶稣在
周四逾越节的晚餐当中，其实我们都跟这些门徒一样，跟耶稣一起守圣餐，一起守这个礼拜四，我们不是去这个永康教会一起守圣餐，我们都要回想我们自己怎么把自己的生命摆上。礼拜五，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犹大决定还是出卖了耶稣，耶稣仍然为了他而死，而且这件事情让犹大怎么样？懊悔不已哦，甚至呢决定他其实原本可以回到耶稣的旁边，跟他讲说：“耶稣，我错了，我认错了。”可是他有吗？应该是没有嘛，哈。所以犹大最后是怎么样？他是自杀死的。所以呢，我们了解礼拜五所发生的事情，包含耶稣被埋葬，礼拜六耶稣在坟墓里面，有人也在猜测啊，耶稣到底他是在传福音吗？有人他是不是在地狱当中受苦啊？你有没有想过，耶稣死了，那时候门徒都在想什么？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相信连我也会想，3天复活，那第二天死后的第二天他在干嘛？有人也会想或许他可能还在坟墓里面，他可能去传福音了，他可能怎么样？他可能在地狱受苦了。这个人这个根本就是乱来，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一定有这样心情的人嘛，对不对？所以呢，礼拜六他在坟墓当中，有人在期待，也有人在那边数落这个死去的耶稣。礼拜天呢，耶稣有没有复活？有。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不要害怕，耶稣会复活，而且他是真的复活。我们知道马可福音第16章5到6节，天使向在找耶稣的妇女说什么？不要害怕，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所以人的心中有许多的期待。所以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要怎么样受苦，为主而受苦，甚至做一个上帝所喜悦的仆人。其实在这个受难周当中，我们是值得好好思考，我们怎么为主而受苦。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了解，我们看到耶稣的一生，你们觉得耶稣他所展现出来的生命态度是什么样子？怎么样的受苦？是有限性的受苦，还是无限性的受苦？我讲受苦的心志你们觉得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什么叫做有限的？有限的受苦就是说，你可以跟我服侍一起来打扫吗？你说可以，好，然后打扫当中看完说好累牧师真的好累我下次不要了，这叫做有限的。好，那如果你在打扫当中说，牧师，我现在终于知道，哇，这个中南中学他们打扫好辛苦下次我也要学习，一起来维护教会的这种清洁工作。一样的，除了这一次的受苦，一起来学习服事受苦，他下一次还会不会继续？会，这个叫做无限性的，这样懂了吗？所以你觉得耶稣的受苦是属于受苦的心志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无限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受苦的心志，他谈的是一种无限性的，而且是愿意甘心乐意，在什么样子的苦难当中，我都会愿意。所以你们知道，国家台湾现在面临的对岸有许多的这种攻击言论的这个统战的内容，新闻媒体都在报。可是也有一些企业家，他们就是说什么？我的儿子就算是在美国，我到时候如果台湾打仗了，我也愿意怎么样？我也会把他叫过来，我们第一线一定会上战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爱台湾，成为一个台湾人，你就要有愿意怎么样，在这片土地上一起共患难的精神。所以我觉得信仰也是如此。所以启示录第2章第10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我们看左边的，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10日。这个10日叫做患难10日，就是说患难一段时间了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这个生命的冠冕至死忠心呢，要怎么来？要怎么来？来，你看一下这段话。我说你要至死忠心，上帝就会把这个生命的冠冕赐给我们。怎么办到？这句话告诉我们答案哦，找一下，来机智问答。怎么来？但是不是受苦而已哦。如果你受苦会怕，那就不是真正受苦，这样懂了吗？不是有受苦的心智，是受苦，但是不用怕。如果有没有人受苦会怕的？会，好，那个只要你在痛苦当中哦，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脾气暴躁，很多情绪反应，很多能力就会丧失一样，好像突然间变成小婴儿一样。所以呢，启示录告诉我们，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要什么苦都吃得下，直到死都行，这才叫做至死忠心。所以不用怕，这才是重点，不容易，至死要忠心哦，真的看起来好像有点难度咯。圣经节马可福音第14章36节，耶稣在受苦前，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耶稣有没有经历过他要受死？其实他跟我们人一样啊，他也会有所害怕的地方。他说什么？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是他后面的祷告，3次的祷告都是一样的。但是唯有在当时候，仆人他的门徒谁？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在干嘛？睡觉啊，因为睡觉太苦了啦。读经每次要看圣经，我觉得好苦哦，我都看不懂，看了就想睡觉，有没有？对不对？太苦了。读经、祷告有没有很苦？有的。其实有很多基督徒在读经、祷告，他们是不敢面对的，因为太难了。跟你旁边的朋友说，读经、祷告不困难，要持之以恒，这是真的很重要，因为你要突破。改变，所以为什么牧师要问各位圣经节看前面看后面，看后面你要知道看前面，因为它里面都是有系统有端倪的。好，所以呢，各位弟兄姐妹，受苦的心志对耶稣来说，既然是这么重要的生命观、信仰的态度，那么我们在这个复活节当中，我们也要一起来好好学习，不是只有欢喜快乐耶稣复活而已。重要的是，在他整个的过程当中，他得到了上帝父神的喜悦，阿们，对吗？他是真的受苦了嘛？如果他没有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父上帝应该也不喜悦。我这个囝啊，我派你去世上要救那些人，用你的宝血救那些人，结果你绕跑了，对不对？那跟我们的信仰不也一样吗？很多时候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可是我们好像很容易临阵脱逃。虽然耶稣爱我们，耶稣也会怜悯我们，可是我们要不断的激励我们自己，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一个愿意受苦心志的基督徒。所以牧师来复习一下，2个礼拜前牧师跟大家分享3个受苦心志的。第一个是断绝罪的兵器，所以我们谈到什么？基督既然在肉身里面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志作为什么？武器。因为肉身受过苦，就已经与罪断绝了。所以我有很多人都在说男生有没有当过兵有差哦。有没有当过兵？有没有差？有哦。你一定听过很多男生都在讲，没有当过兵跟有当过兵的差别很大哦。真的就是在受苦的心志，因为受过苦的男性，他们会经历过那种被谩骂，甚至有些被激励，甚至在那种非常累、疲倦、痛苦当中，他依然要站立起来。所以那是一个过程，不容易。可是在那过程当中，他却会成为他未来人生道路上的武器一样。所以我觉得，当我当过兵，我觉得我很感谢上帝。当时候我觉得好苦啊，好痛啊。可是现在我会觉得哇，好喜乐，感谢主。即便假如战争来了，我们也更勇敢的，我们不会怕，真的不会怕。
那是真的比较强壮的心脏。好，所以呢，受苦的心志是断绝罪的兵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要问一下，这个罪是什么罪？是别人的罪，还是你自己生命的罪？我要再问一次，看大家清不清楚，这个罪是谁的罪？是别人的罪吗？自己的罪，要清楚哦。第二个，受苦的心志会为我带来生命的律例，对不对？所以我们有谈到这个悲痛跟痛苦，可能会很痛，可是呢，对我们的生命来说，这个教训对我们基督徒的品格却会带来一个无限的价值性啊。所以圣经里面诗篇119篇71节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受苦对我们是有帮助的、有利益的、有价值的，绝对不会是什么太苦了。所以过去曾经有我的同学问我说：“你为什么大学4年礼拜天都没有跟我们一起出去玩，都礼拜天都去教会？”我就说不知道呢，不去我会怪怪的。我如果跟你们去玩，我也想啊，可是觉得跟上帝比起来我觉得我还是去教会好了。那种益处对我来讲，比起我去玩乐还要来得重要。这是差别。第三个，受苦的心志，每个人都承担得起。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我们谈到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所以我们谈到，不管是罪、兵器，受苦的心志成为我们的兵器，对不对？能够断绝那个罪嘛。第二个，我们刚谈到什么？这个成为我生命的律例，对不对？我也是我受苦的心志是每个人，我个人是承担得起的。所以我们从上次我们谈到这个受苦的心志，请问都是谈论到是个人。那么我要问各位，这个受苦的心志有没有可能成为别人的帮助？有没有可能？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约伯记2章3到10节。为什么我牧师要先带大家一起来看这段圣经节？牧师要先讲一个概念。受苦的心志，你们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说，牧师你是牧师，你受苦的心志可能会比我还要大还要强。我们会用这种身份，用这种概念来做比较。但是牧师不是要让各位去用这样的角度去想，而是我们要去谈论了解圣经里面怎么在告诉我们这个受苦的心志对每一个认识这份信仰的基督徒是何等的重要。我们看约伯记第2章3到10节，耶和华上帝他曾经问撒旦嘛，他说什么？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也没有人像他完全这么正直啊，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你虽然激动这个上帝，我来攻击他无故的来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撒旦，我跟你讲这就是我的仆人约伯。撒旦就回答第4节，回答耶和华说什么？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生命。来，牧师要问各位，你会不会为了要保全你自己的生命而牺牲教会的事情？有没有可能？有啦，撒旦在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啦。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来保全生命啊。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很多人认为说，当他不愿意来，因为他身体如何不能来教会，其实我会为他祷告。你知道牧师会怎么祷告吗？我会说，主啊，求你怜悯他。我不是说主啊，他需要你救他，我不是这样祷告。我说主啊，求你怜悯他，因为可能他是为了要保全生命，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对不对？疫情期间，我牧师事实上在想，天哪，我们全家的孩子，包含我们的孩子，都在教会里面。当教会要开始正式实体聚会的时候，没有人愿意来的时候，
我都在想这个概念，是我们的心里面被魔鬼撒旦说中了嘛？情愿舍弃一切的所有，保全生命嘛？你且，上帝就说了，你伸手伤他的骨头和肉，他必当面弃掉你哦。好，这个撒旦又继续讲哦，对，这是撒旦讲的。耶和华就对撒旦说什么？他在你手中，只要留他的性命就好了，没关系。你照你所讲的，你要伤他的骨头，伤他的肉，你真的认为他会弃绝我这个上帝的话，你就做看看。好，上帝的意思就这样。第7节，于是撒旦就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开始去攻击这个约伯，让他的脚掌到头顶上都长了不好的东西，毒瘤、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当中，拿着瓦片在那边刮他身体的这些毒疮。他的妻子就对他说了：“他说，先生啊，老公啊，你还保持着你对上帝的这种纯正的关系吗？你把这个上帝遗弃掉吧，死了吧，死心了吧，这个死了吧，都死心了吧。”约伯就对他说了：“你说话就像一个愚昧的、愚顽的妇人一样啊！难道我们从上帝手里所得到的福分，不也会受到灾难吗？我们既然领受到了福分，领受到灾难也是应该的。所以你们还记得吗？在疫情期间，在美国有一个老人家，那个妇人老人家，他后来出院了。他得了 COVID-19， 他后来出院了以后，那个医生告诉他说：“那个你的医药费多少？”他就哭了，他哭得稀里哗啦。然后医生就问他说：“老太太啊，你为什么哭得这样？是因为医药费太多了吗？太贵了吗？付不起吗？”他说：“不是。”我说：“我好感谢上帝，让我以前活那么久，都那么的平安。我竟然都没有好好的感谢上帝，现在上帝依然留我的生命，我还可以呼一口气。”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会感恩的人跟不会感恩的人，有受苦心志的人跟没有受苦心志的人，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约伯他在教导他的太太，他说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不以口犯罪。所以一个有受苦心志的人，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小心你的说话。注意我们从说话里面就可以看出一个人他的心志这样懂了吗？好，所以这个很重要。复活节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太重要的节期，也是我们欢庆耶稣复活的日子。但是我们从耶稣所带给信徒跟他的门徒，从绝望，从跟随有能力的上帝耶稣，到被抓、被定罪、被定死，到最后重新领受异象、盼望，重新有的那份真理，那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所以为什么彼得这些门徒后来领受圣灵的感动，耶稣再次显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他们改变了。所以这才是我们在复活节当中，我们要好好的去思考，耶稣为我们受苦复活，带给我们生命重要的功课。所以我们再复习一下，上一次我们谈到的都是个人如何怎么样有受苦的心志，帮助我们学习态度，先做改变。好，断绝罪的兵器，为我带来生命的律例，个人都承担得起。今天我们所谈的是受苦心志的方向跟方法。好，牧师要带大家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23节到27节。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什么？为了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
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争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怎么样？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最后这句话，他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其实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看过，有些当下在服侍主的上帝的工人，我们当下服侍主，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了福音啊，为了上帝的国啊。可是当他服侍到最后很累的时候，就怎么样？他就绕跑了。我终于卸任了。我终于不用做了。这个就是没有受苦的心志的。所以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所做的，我们都是要为了得着奖赏。但是呢，注意26节跟27节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不能没有定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里讲到几个重要的重点。第一个，我们做一个受苦心志的上帝的工人，侍奉神的人，第一个要为了传福音。所以钟兰，你在教会，为什么你在教会？为什么你在教会服侍神？因为上帝配得服侍，阿们，这样懂吗？还有另外一个，是为了什么？为了要传福音。侍奉上帝的人，一个目的是为了要传福音。所以你来到教会，人家问你你的同学问你你为什么要去教会？因为我要传福音啊。他说我传什么福音啊？因为你来了就知道了嘛，这就传福音了，开始有关系了。带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圣经里面非常明白告诉我们，我们每一项事情，那台语讲每项事啦，我因为福音来行啦。所以只要你是每项事因为福音来行的时阵，你会发现你做什么事情绝对不会怎么样，不开心、不喜乐。即便当下你非常的困难，你做什么事情，如果你是因为福音来做的，你会怎么样？你会很喜乐，因为在你所做的事情上面，你知道上帝会让你所做的，让你得着帮助，让你得着祝福，让你得着盼望。这就是基督徒做事情跟不是基督徒、不认识上帝的人、不认识福音的人做事的差别。这样懂了吗？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侍奉上帝的人是为了福音，为了传福音，让人家看见，基督徒做事就是不一样。第二个，侍奉上帝的人是为主奔跑，得主的奖赏。圣经里面说，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什么奖赏。有人说，你侍奉，为什么你这么认真的侍奉，要做什么？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因为我要得到主的奖赏。不要用一种谦卑的态度说没有奖赏没关系啦。我跟你讲，当我们服侍神你说没有主没有奖赏没关系啦，我告诉你，你所做的事情上面不会更积极，不会更有目标，不会更有创意。我觉得当我们服侍神，你会知道说，主这件事情我觉得没有那么容易，但是我要更加有智慧来突破我现在所做的服侍工作。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有差别了？所以我们服侍神、侍奉神、为主奔跑是要得到奖赏的。他告诉我们，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你要赛跑了，你要准备赛跑了你要不要节制你的要不要做暖身运动？要不要？你可以说我不需要啦，我很会跑的啦。这个就是没有节制的生命，没有节制的行动。当我要服侍神，我要来教会敬拜上帝，你要不要提早来？要不要？要。如果你不提早来，没关系啦，反正那个敬拜我不喜欢唱歌我很不喜欢听那些歌，我来听牧师讲道就好了。甚至有些人说牧师祝福祷告也不需要了我有来参加聚会，我有来奉献就好了。没有节制的生命，我觉得凡较力争胜的，像在赛跑一样，
必须要节制哦。你要节制你的生命，你要知道你要做什么，你要暖身运动，你平时要怎么样节制你的饮食，你才有好的体能来奉献最好的给上帝。这样懂了吗？所以呢，晚上礼拜六可不可以太晚睡？啊？我记得牧师在大学的时候，我大四的时候，那个礼拜六或者礼拜五大学生就觉得哇，礼拜五放假了礼拜六就拼命玩。可是礼拜天要服侍神就好累哦。可是虽然也去了，可是每次牧师在讲到在那边打瞌睡，所以我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没有节制。所以我们要知道很重要，我们要有所节制，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为了主做工。跟你旁边的人说，你的生命为主做工要得奖赏，为主做工要得奖赏的好，可是我们的奖赏比较不一样。来，世上的奖赏都是什么？都是你看到国王都是戴皇冠，对不对？可是我们的耶稣是戴什么？荆棘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耶稣在2000多年当中，其实让我们看见耶稣所戴的这个荆棘。我们发现这在2000多年前罗马士兵所编的，上面的不是宝石黄金啊，上面是刺，没有炫耀的权势却是满满的很多耶稣的鲜血，向人见证这就是上帝的爱。所以我要跟各位讲，你要得的冠冕绝对不是世人所看为哇好棒啊，不是，好有能力啊，不是，是让人看见你为主付上了多少代价，这是不一样的态度。启示录第3章第10节说，主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人如果你一直没有持守你的心，你为了要争权夺利，在教会在世上，你会发现你所得到的那些都只是人的冠冕，却不是上帝要我们得的。撒母耳记下第12章第30节说，只有4武士的冠冕容易被夺去，正如大卫夺去亚门王的金冠冕。所以我们知道，唯有天上的冠冕才是永恒的，阿们。所以我们要得的这个冠冕是要受苦的哦，是要经历不同的患难，可是你依然喜乐的在面对。最后，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受苦的心志：侍奉上帝的人要有攻克己身，叫神服我。哥林多前书9章27节说：“我是攻克己身，叫神服我。”恐怕我传福音，意思就是说，保罗他说，如果我就是用这样子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叫我这个身体服我这个想法的人，如果我没有这么做，恐怕如果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却被人怎样气绝了，说啊你也没有啊，你传福音给我，可是你看起来就不像一个有福音的人啊，这样懂了吗？简单讲就是这样啊。所以你如果知道这个受苦对你是有意义的，你要怎么样？要攻克己身哦。就像前面那一段话25节到26节所说的你要怎么样？要节制啊！你要赛跑，你要节制啊！你不能随便啊！当你要奉献给上帝的时候，你平时喜欢买饮料，喜欢买你爱买的，然后每当到了礼拜天要奉献的时候，你就说没钱，我没钱。这样对吗？这样就不对啦，因为你没有节制嘛。平时的开销、平时的需要，你都能够费尽心思去投注在那身上，可是当要奉献给上帝的时候，你却是没有办法攻克己身，你就无法叫神服我，对吗？所以这个道理很重要，很清楚。最后牧师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美国法官一个他在他的孩子的这个毕业典礼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致辞啦那他讲了几个牧师想要跟大家分享。他向所有的这些毕业生说，受到不公对待的时候，你才能够感受到正义的可贵。我希望你们受到被背叛的滋味，
你才能够感受到真诚的重要性。他向他们说，每天感到孤独的感觉，友情你才会感觉到友情不是理所当然，需要努力经营的。他也跟他们说，经历几次的不幸厄运，我期待你们能够在人生当中经历几次的不幸跟厄运，你才会发现生命机会的意义。他说，你的成功不是命中注定的，他人的失败也并非天经地义的。当你失败的时候，我希望你的对手嘲笑你，使你明白体育精神的重要性。好，因为每个人都在赛跑嘛，对不对？为了生活，为了成就，为了冠冕在奔跑。可是没关系，失败了，别人耻笑你了，你才会怎样？没关系啊，这是体育精神啊。大家都是一起在竞争的，同一个起跑点上，大家一起出发的，所以没关系，那种态度就会变得不一样。他说，希望你偶尔被别人轻视，你才会学会如何尊重与聆听。好，他说你要学习经历磨难，你才会学会同情。他说过，无论我是否有这样的愿望发生在你身上，但是这些事迟早会发生在你生活当中的事情。因为在座所有的毕业生都是非常优秀的，家庭都非常优渥的，所以这个法官他告诉所有的毕业生，这些事情迟早会发生在你身上。活得好的秘诀在于不强求美好的生活。他说，我知道你们都是优秀的孩子，受到许多的重视，但投入全新的环境之后，一切不再如同过去。我奉劝你们别表现得高高在上。他说，第一个，对待那一些正在扫地打扫的路人、倒垃圾的人，不可鄙视他们。遇到不认识的人，应该直视他们的眼睛，并且微笑打招呼。以后人们就会记得你是一个会微笑打招呼的年轻人，这样是挺不错的。所以呢，这让我，当我看到他的故事的时候，我回想起我自己在当兵，特别是当宪兵的时候，站在门口，随时任何人、长官遇到路人，我们都是随时保持的一个重要的体态，就是让人家感觉尊严，让人家感觉该有的尊重。所以基督徒，我们受苦，我们为主背起那个十字架，戴上那个荆棘的冠冕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跟人不同，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能够叫声服我的生命。该怎么来？叫声服我，需要先怎样？攻克己身。所以我们一起学习，我们一起在教会的服事，一起在人与人之间的面对应对当中，我们让我们的身体能够服我们这个头脑所想的信仰生命，必须要攻克己身，好好认识神的话语，读经祷告。彼得前书1章23节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愿主的话语时常帮助我们，是真实不能坏的种子在我们生命里面，是借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来祝福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真实的得着像耶稣复活的生命一样，有重生的生命，有能够顶桃西呢。你会觉得哇，新鲜的生命又来了，我有好多的期望，我的生命能够做更大的突破。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恳求，感谢你的圣灵的大能，大大的充满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要学习活出有见证、有生命力的生命。在这世上，我们虽然有许多的苦痛、困难，但是我们相信，当我们的心里面重新有盼望、有信心来跟随主，那背起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有上帝活泼的道真理在我们心中，我们能够为主刚强站立，为主而活。虽然有许多受苦，虽然会有许多的挑战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但我们感谢主，因为你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重新得胜的生命，在他的复活
让我们看见主你的命定的计划，也在我们生命里面要重新带给我们活泼的生命。祝福我们，让我们前面的道路得蒙神你的喜悦。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